最近我较有嘛伫进步，嘛伫成长，就是讲，即马知影讲学台语哦，搁写一寡台语的资料放咧网络吼，搁有想一寡小说、长篇小说吼，日后有可能用台语来写。甲讲，真够讲台语吼，若开喙哦，逐个拢讲这台语人吼，哦，甲你欣赏，这是两件代志。因为变做讲台语其实是爱训练过，因为有一寡词定定听，毋过第一摆可能讲甲足罕讲两摆三摆吼，无讲不时拢地讲。哦，若安尼当然。爱讲甲足流利，讲甲互即个腔吼真有台语腔，无一寡调，互人感觉讲有一个奇怪的腔，这可能是无法度讲会心内安尼想，安尼望就会当达成。这是需要时间豆仔去进步吼，一点一点吼，就是毋是讲。我即马要开始学台语、练台语，2冬了后，我就一定爱什物程度？我有时阵伫想讲，其实学英文嘛是啊，学遐久，犹原是听无逐道讲要好好学，毋过若叫我听英文拢足食力，嘛无可能讲英文讲啊足水气。毋过心内拢有一个想象，讲我即马若去报名，我若讲做迷心迷烂吼，真迷烂去上课吼，半时间去坚持绝对有法度讲甲即个外国人共款好，而且佫会嫌一寡乌头毛的即个英文老师。对，就是迄个时阵毋知影讲，其实语言即个物件吼，若有天分就另讲。若像讲我即种普通人，就变做讲爱有环境，爱不时地讲，无就会变做讲，做想要讲啊诚好，毋过欠练习，就亲像讲无去健身房，就久我运动一摆，就想讲我着爱。第一名吼，爱安怎吼？其实这拢是一个较无实，就是较无影的即种想法，较无实在想法。即摆会当做的，就是讲，即个台湾字有愈来愈进步，嘛知影一寡词，会当运用的部分，比别人搁较厚的部分是有。搁有讲吸收诚济无共款的讲法，会当家整理吼。就是做一寡事工，其实有一寡人可能台语诚贤讲，毋过伊毋知影爱安怎做吼，就想讲爱做到较来做，无就是讲。正简单，就互人刺激着吼，拢做一摆两摆，就会家己黑白想讲这别人反应嘛无好安怎吼，就是会去一直伫遐讲敢有公平敢有效果，即种就变做讲爱伊做吼，伊实在毋知影要安怎做，伊欠缺做的即种能力。我是讲台语的能力较弱吼，普通时嘛无法度讲一直讲无即个对象，就靠网络去讲。这就袂需要讲英文共款。诚济人学英文，可能嘛讲逐礼拜几工几点钟伫讲英文，无法度较输无会较输一寡人，就直接走去外国就种伫即个环境，当然就差诚济。毋过转来可能大家拢差不多久笑比无买因为这就是爱环境
就变做讲，我即摆就较想会开，而且今仔日去考虑表，就听另外两个共做诶讲，搁要请一个即个做资深诶嘛是甲我做共款诶，就是共做诶。我讲我哪会毋知影，无人甲我讲过。毋过有淡薄仔感觉危险互危险。想讲是毋是就是要找即个人来领导阮这组，是毋是我着危险是会安尼黑白想。毋过其实就是讲，咱看就是爱看现处事，莫去想有诶无诶，而且嘛毋免有伤济即白爽诶感觉，讲这我哪会毋知，无甲我尊重。实在是毋免安尼就是讲，就是早来晚来，我早知影晚知影，上惨就安尼尔，人拢无甲我讲，来较甲我讲，人就来就讲这个人你家己照顾安怎？无正就是无正有礼数，就是无甲，就是可能看我较无点。毋过有可能就是互这个人去开会嘛，诚好啊！阮这组有一个代表去开会，可能就是会较有法度去，有可能就是我开会迄顶时无介意，讲这人讲话安怎搁安怎。有影就是讲我可能无掠着即个机卡即个机关，无就袂讲哪会一路拢无人牵线。有可能伊即个社会即个工课场有一种即个游戏的规则，有人就看现现咯。我就啥拢无，毋过我嘛有我的武器，就是上惨就安尼。我就无啥物惊输了了的本钱，就无甲我尊重就安尼原来无甲我尊重就上惨就安尼，就无法度讲摕啥物甲我威胁。毋过若今仔日有牵绳一半，搁安怎？就像讲摕物件甲我城安尼，变做讲，我就会，就颠倒互受人控制因为我想讲，有可能有机会即摆就较早看破，而且讲伫个工课场受着栽培会互人栽培，敢毋是拢共一种人？就变做讲，这就是希望讲，即个某一种人会当制作安尼的人大家拢甘愿去做即种会互顶司会做欣赏的，可能开会做有办的，平常时嘛真有办搁对像我这款的，当然就毋是讲即种顶司公司即种政权是会有介意的不要紧其实这就是一个所在拢有足多元的，无可能讲一个所在大家拢共款大家拢真够开会，开会拢讲甲安尼一堆花，其实我感觉讲无要紧的。以早会想讲即个游戏的规则我哪会对袂着阵，会烦恼会想讲这可能是一个生存的能力我煞无即种能力，互人看衰笑，会烦恼家己无价值毋过咧，爱相信讲即个命运的安排，就是讲，这就是爱用心灵来相信讲。其实有一个足好、足合我的剧本，未来爱行的路伫遐，我毋免想讲一时累积
因为即摆累积的有可能，迄毋是我爱行的路吼，可能就是对伫顶死边仔安尼，吼，顶死甲你牵绳，哦，叫你去创啥，哦，你就是顶死的一个分心，啊，你的行为讲话态度，阁有思想立场，当然是爱互即个顶死介意，吼，就是维护即个顶死，即个顶死犯即个部门，哦，甲伊斗犯，就是嘛是一个政权的中心，哦，因为伊要犯即个部门甲别部门去对抗，哦，所以伊需要一寡斗骹手的，啊，斗骹手的当然就是会使甲伊。就是对伊来讲，就是会当去家己的立场讲出来，伊无方便讲的啊，吼，啊无就是讲做代志欠较较热心的。我想我看吼，可能我就是才华毋是这方面，毋过都为着这代志伫艰苦，讲啊为安怎，哎呀，我嘛无遐差，我著甲保护顶死形象，吼，甲家己的价值，家己做差，吼，甲伊拔掉，拔做伙。我相信诚侪人嘛是为着这吼即种连结吼来受苦楚，因为毋是逐家人拢共款吼，逐家人拢会当讲知影顶死伫想啥，哦，伊的即个表现吼，就拄啊好互顶死讲，足信任的吼，一种信任。我想毋是逐个人拢安尼，哦，安尼就变做讲，其实这就是身份的问题。若讲吼，一直伫铺顶死吼，无法度讲伤放松，啊，有可能讲两个人拢诚好，毋过伊拣一个，哦，另外一个就足失望的。就是讲有可能有袂拄好的时阵吼，啊，毋过像我就讲啊，看互开，啊，看互开即种。心理就是以后嘛足好用啊，因为以后嘛毋免惊，我著毋免惊讲，搁换一个顶死，啊无就是顶死即摆吼，我做啥物代志吼，出一个失角擦，吼，顶死对我失望，吼，一种惊顶死，吼，对家己失望，即种压力，吼，一直歹咧，吼，嘛实在是，其实即种成本是大家无看到的，吼。就亲像讲，即个考试吼，咱即摆拢了解。哦，自细汉有一个人吼，大细考试，哦，惊有一科考袂好势，惊有一摆考试吼考甲足烂，哦，逐拢第一名吼，头名的吼，哈。啊，毋过有人就是啊，这凊彩读的吼，去做伊家己的代志。哦，尾仔可能就是学校无差偌济，哦，也是讲伊嘛有家己的发展，找着家己的趣味，哦，啊，就变做讲到底啥较赢？啊，毋过大家别安尼想，因为大家拢看着即个社会成功的人士，哦，对因来讲，就是即个拢是安怎讲咧？拢是讲。表现诚好诶会出头，啊，若讲无互顶头诶重视，就跳台调吼，倒台吼，台，拢跳台吼，啊，就变做讲，哦，大家去求诶吼，甲家己诶价值吼，甲做伙拢是即种有伫工课场吼，有啥物前途啊？吼，拢变成安尼，无法度真正找找家己。其实安尼看袂着家己无错，为安怎咧？因为若惊即个顶死失望，你知影顶死爱的是安怎的人吼？爱摕出啥物成绩，袂当吼有四角擦，吼讲话拢是爱互顶死做信任的，就是立场吼，要紧的是立场吼，嘛爱甲顶死一致。即种，其实无啥会，大家煞感觉讲安尼有诚好的
诚好诶回报，诚好诶收成，因为大家看会到就是这失去诶，互伊诚拍算诶所在无人看着，因为大家无去重视。这就亲像讲台语吼，诚拍算，足侪人不爱讲啊。啊，为安怎？别人讲无啊，这嘛无啥，为安怎？因为共款看袂着，大家看着游玩是讲，这人会晓日文英语吼，会当去搁较好诶公司，即个位级啊、奖金啊，偌济搁偌济，互大家看着诶拢是好康诶，啊看袂着诶是，就是看袂着即个一面。影响我家己看待家己诶方式。我想，我会使讲去做家己行家己诶路。我感觉是行家己诶路吼。虽讲这路吼无人会鼓励，啊嘛无人会去，大家拢会去甲你教示，去行一个即个众人吼，拢感觉讲做好康诶路，考公务人员，啊无就是做医生，出国留学，安怎个安怎，这是大家拢认定诚好康诶路。啊，毋过家己诶路其实敢若有家己知影，毋过家己煞互边仔诶人牵去，就是贵叫贵牵就直直去。诚侪人拢安尼，啊为安怎无人感觉讲足无彩？因为自头到尾拢无人看着啊，就像讲台语即个，无人讲，真正嘛无人看着啊。无人看着诶。真正有影诚济，啊有影诚济，我哪会讲爱甲别人共款吼？对因的价值共款。我看我是会当讲做一个无共款的人，这需要勇气，因为你会惊吓，会讲若安尼是毋是以后就无头路？无得较安尼啊，有可能讲你互即个顶死栽培吼，颠倒会。换顶时啊，颠倒讲，即摆有一寡改变吼，你会扇着风，扫着风台背，因为你是有一个立场的人吼，你有一个坎站吼，你搁爱找一寡较歹处理啦。那亲像我若讲嘛无啥物好失去的，换部门嘛无差，真正无差，袂影响家己。今仔日讲有人离职，我嘛无差吼。有人就是来遮新的部门、新的同事，其实我嘛无差。就是看开看破自头到尾无人牵绳无要紧，因为我要行家己的路。若有一个人呢去甲我牵要甲我牵去带。我颠倒无法度去家己走找呢，就亲像讲，若去一个所在有人就是甲你导览，甲你带，讲爱去看这看迄，颠倒你失去一个机会，会使好好家己去发现。毋过这代志毋捌有人讲过，因就讲当然有导览较好啊，你家己看安尼。看无网啦这就是我嘛相信别人讲的，这就是变做讲，敢行家己的路，敢相信家己，拢会惊吓，就是安尼。